留言真定假？蔡醫生話你知。今集咧就係一個問題，係叫做屋企去自己土方法去漂白牙齒得唔得？呢個咧其實仲有一個咧最緊要嘅嘢，所有嘅漂白劑咧，令你牙齒嘅變得更加白淨嘅嘢材質，其實都係酸性嘅物質。好，講翻酸性嘅物質，你要土方法咩檸檬啊，又有咩各種酸啊，咁樣話你成日含住呢啲，唔通你真係諗住靠佢可以變白牙齒咩？冇可能嘅，佢會損傷你啲牙齒嘅。我哋漂白劑咧，其實把握度咧可以達到0.0幾嘅聲，咁嘅話咧先可以把握到又唔損傷你牙齒，又可以令到牙齒漂白嘅。其實牙齒漂白劑咧，我一路就係唔係好主張你去用，因為你一定要係醫生去判斷你啲牙齒需唔需要漂白，同埋漂白咧，佢漂白劑咧，佢係只喺用於牙齒表面。假設啲牙齒係牙本質嘅顏色嘅話咧，你通過漂白係點都漂白唔到。因為大部分人咧，你唔可能牙齒污咗煙屎牙咁黑噶嘛，煙屎牙你洗一洗就乾淨噶啦。所以咁呢，假使係呢種即係外在嘅因素造成嘅牙齒黃黑嘅話咧，你係通過清潔好易變白。但係呢個咧就係你牙齒本質又係表面滲透多啲牙本質珐琅油淺層嘅，係可以通過漂白起到好好嘅效果嘅。所以咧，你一定係要靠醫生去同你判斷啲牙齒可唔可以適唔適合漂白，千祈唔好喺屋企自己練搞啊！